廣東省政協13屆4次會議將喺1月25號至28日喺廣州召開。1月24號上晝，多名澳區委員喺澳門中聯辦集合出發，澳門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劉冠宇到場送行。今年呢係一個15開局之年啦。我本身今年呢就有3個提案呢就提咗嘅，就一個係關於橫琴嗰個發展個狀況問題。另一個呢就係灣區同埋港澳之間嘅養老嘅問題，咁啊仲有一個呢就係有一個喺由白雲機場怡河去延伸一個軌道交通嚟到灣區縮短呢個時間嘅問題。由澳門去到廣州南站呢，冇嗰個軌道交通呢，好多時候都塞車嘅。我哋希望呢就係話有個軌道交通呢，然後打通珠江東西兩岸嘅交通。都係講翻橫琴同埋即係廣東嗰個發展融合咯。都有啲委員就話希望可以多啲，即係唔單止係澳門嘅大學可以喺橫琴發展，咁可唔可以澳門亦都可以同其他國際嘅大學可以落戶到橫琴咯？多啲嘅大學落戶，咁希望可以即係促進嗰個整個橫琴嘅人流同埋消費咯。咁亦都同時希望可以多啲科研嘅機構可以落戶喺嗰邊，咁從而促進翻澳門嗰個4大產業個科技嗰個發展啊。尤其是有啲委員呢，包括我都好關注嗰個低空經濟，第時可唔可以好順暢咁樣可以喺經過橫琴或者澳門兩邊互通呢？一啲無人機又好，可唔可以由橫琴去到澳門？一啲貨物可唔可以通過橫琴去澳門？呢樣嘢即係大家都希望可以突破到一啲政策咯。主要想借助我哋國家體育盛事嘅一個全運會嘅熱潮之後，我想重點關注我哋粵港澳3地青少年一個身心健康發展嘅一個建議嘅。因為我認為咧體育強咧就國家強，咁我就希望可以借助一啲體育啦同埋心理啦嘅課程嘅融合，去關注翻成個青少年嘅良好生態系統嘅。廣東省政協13屆4次會議共安排9項議程，其中包括討論廣東省國民經濟同社會發展第15個5年規劃及有關報告。